新娘小姐，大家平安。感谢主，给咱一个真好的天气，当三甲组织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时咱要来学乐咱的上帝，请咱献开圣诗，圣诗250首，圣诗250首，着学乐主上帝。对天顶学乐伊，正天赛着一座甲天君同吟诗。伫天发光，日月星辰，拢着学乐伊名无尽。咱三个来锻炼第一站。煞只咱要来锻炼第2首，圣诗552首，圣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圣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在保护，此地出路灿烂光明。抬头看伊来进前，我靠上帝好打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咱三个来锻炼第一站。
伊都先来临第4站。咱若专心行主正路，一世军队主耶稣，到尾福气平安欢喜，主耶稣来到欢喜，咱就是上了这脚步，勇敢经过黑暗路。上帝好大真情，有真情，有真情，我靠我主来真情。咱三个暗情来祈祷，至圣天父，阮感谢你，愿阮会当倚靠你来前进，愿阮会当倚靠你来行主你所赏赐阮的正路。求主你保守看顾阮，阮将会早起会敬拜仰望摆咧伫主你面前。求主你引带甲带领，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
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我要用什么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我的愿。这时，咱三角来吟诗，圣诗250首，着学了上帝。咱来吟全首。 徛伫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达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迷死，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 代代无尽，阿门。接续，请咱三角用信仰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伫温州落日来受苦，定是。 死万状和因父，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啊，是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我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续咱三角来启应。 今早起咱要启应的是启应文34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34篇。
经文34篇，就是诗篇146篇。咱三甲来启用，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倚靠君王。因一个断开就归土。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将主讨放受关监的人，将主扶起受压制的人，将主保护出外人，以扶持孤儿寡妇，将主为永远做王。咱齐声。要称赞上主。以上，请咱三甲压头来祈祷。全能永远的爸，阮的心欢喜感谢你。伫安息日的早起，虽往天气炎热，阮众兄弟姊妹有缘心无爱得到你的救恩，三甲自集来到你的圣殿，我们伫遮摆列阮的感谢，也要三甲敬拜学了你，求你使阮清气的心，正直的灵。接受对主你来的试炼甲挑战，无互阮的精神恍惚，阻挡阮认捌你的旨意，也无互意志软弱，阻挡阮顺服你的道理。由你的大权能时刻保护照顾阮，互阮会当通过你的引带，看见光明，伫你的内面得到真正的自由甲平安。今仔日是玉山新人院奉献主日，你有差遣。玉山新人院院长布生牧师来到阮的中间，要来传扬你的拯救的信息，互阮搁一摆体会主你对阮的疼。由你即时甲阮同在，照你的信息降临伫阮的中间，束缚伫阮众兄弟姊妹的心上。主爱的天父，求你看无阮的罪，用你的慈爱怜悯阮，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阮一切过失甲罪恶。互阮会晓轻调伫你的光甲疼痛的内面来活，敬畏主你，遵趁你的旨意，三扶持、三体贴、三帮赞，造就人、利益人，透过这个来荣耀主你。阮特别要祈求主你更新阮，互阮真心悔改认罪，认捌你的真理，用公义、仁爱三款待。搁求你开阮的喙唇，互阮保养你的好名声。荣耀你的圣尊名，大师，阮的主，阮即时特别要恳求你怜悯看顾阮的区美英子、心素云子以及黄条家执事因手术后的恢复甲复健。久长行动不便，袂当甲阮三到伫遮敬拜你的兄弟，求你有缘甲因伫地，看顾因，安慰因，医治因。诚侪因的帮衬甲倚靠，互因心灵甲肉体上拢会当得到主你的保守，得到平安甲喜乐。听从阮的主，阮也要恳求你振兴原住民神学教育以及原住民地区的教会相关的事工。阮也要求你祝福阮今早起的礼拜甲所有的圣工活动。阮即礼拜要举行的少年团体生活营，甲后礼拜的儿童主日的夏令营，求主你带领。同时，阮也要恳求你平平祝福。即马甲阮用袂通甲阮伫遮来礼拜，但是因透过网络直播，伫家己的厝内甲阮礼拜的阮的众兄弟，或者是今仔日拄合袂拄好的阮的兄弟，因袂当来到圣殿，甲阮伫遮三甲自集学道理，以及四散伫阮的亲人，因伫海内外，袂当甲阮伫遮。三到礼拜的，求主你做因的大牧者，
因带因，保守因，平平享受平安喜乐，伫每一个人的心内。啊，佮将你的真理佮智慧刻伫阮众兄弟姊妹逐人的心内佮额头，互阮大家会行做，拢会当遵照主你的准情佮旨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接续咱要赞美，今仔日咱本堂圣歌队要甲咱赞美的诗歌是永远唱的歌，咱请咱本堂圣歌队。亲像一条梦，无咱的一生。
咱真感谢今早去本堂圣歌队引带咱赞美，吟真好诶诗歌，接续咱三角来恭听上帝诶话。今早起，咱要三角来看诶所在，这经节是记载伫哥林多后书5章16节到26节，甲21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16节到21节。伫台语汉字本206面，咱三角来看。所以，阮对打以后无照肉体捌人，虽然捌照肉体捌基督，打以后无阁安尼捌伊。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打拢变成新的，搁万项事拢是出自上帝。伊对基督互咱甲伊复合，也将即个劝人甲上帝复合的即份互阮，就是上帝踮伫基督，互世间甲伊复合，无将因的罪过归伫因，也将复合的道理交托阮。安尼，阮为着基督做亲戚，亲像上帝用阮劝恁，阮为着基督求恁甲上帝复合。上帝互迄个无罪的替咱成做罪，是要互咱踮伫伊来成做上帝的义。以上，愿上帝祝福。接续咱要请今早起，玉山新学院院长，因上帝引带伊来到咱中间，因为今仔日是玉神的纪念日，所以有引带布星牧师，伊的名是布星大力啦。我拄仔甲伊请教，伊讲叫做布星吼。布星牧师，咱请布星牧师来甲咱劝勉甲分享。伊今早起要甲咱讲的主题是做基督的大赛。各位正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真欢喜来到恁的教会，代表玉山新学院，伫遮甲恁请安感谢。特别是台湾甚至全世界受到中国武汉的肺炎的影响，甲危机的时，你嘛有心伫今仔日关心玉山新学院，互阮深深的感动。愿上帝纪念恁的贴心。上时我会伫遮甲人表达，我是住伫信德的一个原住民的牧师，也是泰雅族的牧师。过去我是对台湾新学院毕业了后，伫教会牧会10担，了后过去美国读册。伫玉山新学院教册，伫即个无论是伫教会，还是伫玉山新学院教册，通讲真少用福罗话讲道。用福罗话讲道，对我来讲是一件真惊吓的代志，而且讲袂认得。毋望伫你心中为我祈祷。互上帝信心，摊伫咱中间，组织伊家己的时间，来感动咱的心，明白上帝旨意。今仔日透早，我真意爱通过咱头拄仔所读的经节，用这个题目做基督的大赛，即款的题目。分做3点，咱知影伫20节的经文中间有一句话，就是做基督的亲戚。这的亲戚对咱的圣经有真侪版本，拢无共的翻译。翻译，翻译就是有诶讲是特赛，有诶讲是使者，有诶讲。有诶版本讲翻译做基督的亲戚，用咱现代话
特别是咱国家中间，通讲是做一个基督的大赛。所以对安尼来讲，无论是你是牧师，还是信徒无做传道的人，无做牧师的人，咱若相信耶稣基督，咱拢是爱做耶稣基督的大赛。所以我爱分做3点，甲咱分享。第一点，咱要做基督的大赛，真要紧的，就是咱爱有基督的生命，爱会记得，咱做基督徒，咱的生命就是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为正兄弟姊妹，咱要做基督的大赛，咱的生命内底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才会当互咱的主耶稣基督采用，做伊的大赛。亲像保罗伫17节的经文安尼讲，安尼无论是虾米人，去拿基督结连，就是神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做新的。伫即个17节经文中间，大家拢知影，这是新译本新的翻译的圣经。伫咱的台语的圣经翻译叫做结连，所以有人是惦伫基督，若有人在基督里，有的人是连结在基督里。所以我刚刚讲台语的圣经就是新译版的这个圣经翻译的不佳好的一个经文，伊翻译叫做结连，意思就是讲，咱做基督的家人，军队耶稣基督的人，伊的生命一定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去若无将伊的生命结连伫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底时，伊啥物工作通伫咱的教会会当做？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的生命没有结连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他可以在教会作乱，做伊家己的利益的代志。咱的教会，咱的机构，敢是安尼？真正机构，也是教会无好的见证，就是伊无伫伊的生命内底，无迄款耶稣基督的生命伫伊内底。第17节经文中间甲人讲的，无论是虾米人，迄若伊的生命甲耶稣基督的生命结连做伙时，伊的生命内底就一定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意思就是讲，当咱的生命伫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底，有真正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就是嘛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换一句话来讲，咱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咱的生命。这就是保罗勉励伫透早哥林多教会真要紧的一个话。所以对安尼来讲，各位正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去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时，伊的生命通改变咱的生命，伊的生命通鼓励咱的信仰，通伫咱的教会做伊的事工，通伫咱的社会中间为伊做见证。所以，咱的真正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时，
伊不但改变咱的生命，甚至伊爱咱诚侪一个得着救的一个生命。基督的生命摊伫咱中间，诚侪一个真欢喜敬拜学乐咱的主。伫咱的生命内底，若真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时，耶稣的生命通互咱有气力去做耶稣基督的大事，为着基督的生命做见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伫旧年3月7日，咱的总统蔡英文总统任命我做受人所任的宗教自由的一个大使。总统爱我代表咱的国家，向世界人传达台湾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一个国家。宣扬台湾是一个宗教自由的这款的国家。伫旧年我参加伫这个华盛顿的一个我们宗教自由有106个国家伫遐开会时，真欢喜，嘛有代表咱台湾向世界人表达。咱台湾是一个伫亚洲内底是一个宗教自由，甚至伫民主政治中间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模范生。所以这款的大事，做国家的大事，就是爱有总统的就是差派你来代表国家向世界人。见证咱的台湾就是真意爱伫上帝眼中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尊重人权这款的国家，无像中国迫害宗教，将教会是一个拢拆去，甚至有的牧师、信徒。掠去关伫监狱内底，所以咱做基督的大使，嘛是安尼。咱圣经甲人讲，咱是互耶稣基督亲自任命做伊家己的大使。若咱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咱就是爱做伊的大使。做伊的大使去宣扬伊话，见证耶稣基督是追求一个宗教自由，毋是干那追求宗教自由尔，甚至伫台湾社会中间，真正是影响咱台湾人尊重咱家己的台湾人人权，政治上是一个爱民主这款的国家，这是咱的信仰。所以，咱无论是虾米人，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咱就伫遐底做基督的大使。咱是互耶稣基督任命做伊家己的大使，嘛是做上帝国的一个大使。所以，玉山神学院通讲是。伫当年伫遐奉献的，你敢毋知影？伫过去74年前，伫咱总会时，伫迄个时阵，真少原住民相信耶稣基督。总是可能是你家己是大人，伫总会开会中间，因为伫迄个时阵，咱的总会伊有。感觉讲爱伫原住民伫遐传福音交通不方便，有时候到山上要走3天的路吃也住的不方便，所以伫迄时阵，通过咱的总会，敢会当咱总会家己的总会会当设立一个原住民
专门培养原住民传道人。所以总会那个时候74年，谈讲是总会的议案。所以伫咱的台湾长老教会，咱有3间神学院，台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甚至玉山神学院。可是你敢知影？独独玉山神学院是咱家己台湾长老教会所创设一个神学院。台南神学院是从马雅各医生，马街是加拿大的一个马街就是加拿大马街医师所建设的一个病院，嘛是神学院是安尼。所以咱知影，独独玉山神学院，可能伫迄个时阵，你家己的士大人伫遐举手，所以出席的人全部都赞成举手来支持爱伫花莲下的一个神学院，就是玉山神学院。因此，对安尼70多年来，恁教会所支持、关心、奉献的玉山神学院，就是咧培养爱做这款真疼台湾、真疼原住民、疼台湾人，爱台湾行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这款的路这款的信仰。所以培养这款的传道者，伫原住民教会甲社会做上帝的路途。所以伫信仰上，玉山神学院值得咱伫遐支持。继续，你74年前士大人伫总会举手支持玉山神学院的这款的信仰。第2点，就是爱传上帝的信息。伫迄个19节的这款的经文，咱做基督的大赛的第1点，就是爱传上帝的信息。亲像19节的圣经甲咱讲的，阮所传的信息就是安尼：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互世间人甲伊和好，伊无过追求伊的罪过，却将这个互人和好的信息交托互咱。伫这个1节的经文有真要紧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将这个和好的道理交托互阮。这就是爱传，爱传上帝的听，爱传上帝公义，爱传上帝是一个爱咱台湾人行一个公义有恰当，爱将台湾建设一个真尊重人权这款的信仰的真理。对咱所读的这1节的经文，上帝互咱真大使命，就是爱传上帝的信息。这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死、过活，互世间人和好的一个福音，甲咱的上帝建立真好的关系。这是真要紧的。为什么过去咱的人伫遐犯罪？人一旦犯罪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慢慢的疏远，因为罪使我们的灵命死亡，罪使我们偏离了上帝，这个罪恶使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和好，所以上帝甲上帝和好的福音，毋是干那甲上帝和好，上帝甲咱讲，咱甲上帝真好的这个道理，就是爱咱疼别人，就是爱别人，毋是干那爱咱疼别人，就是爱疼上帝所创造
宇宙万物，这就是上帝爱要求咱。咱毋是干那爱甲别人建立真好的关系，毋是干那甲上帝建立真好的关系，真正是听上帝的人，伊的信仰嘛是爱咱去听上帝所听的，去上帝所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伫教会内底，咱常常有听去。怎样听上帝？怎样来听教会？怎样听别人？总是伫咱的教会，敢若欠缺一个，爱听上帝所创造这宇宙万物，甲宇宙万物这自然生态建立一个平等和好的关系。真欢喜今仔日来到遮过去师会长老。就是长老过去伊伫东部做迄个那个纵管的负责人的时候，通过台湾新学医的永恩牧师，甚至这南州牧师介绍，所以伫伊东部的中间。有将真济资源入去玉山新学医，毋是互阮玉山新学医互阮钱，就是建设，甚至他那个时候就是把我们的波坎，不是用阿木度孔库力把它做下来，甚至于怎么样，他就把波坎人工的一个方式种树，所以你去看那有机会去看玉山新学医。这种树现在开花，甚至就很好看，很多的旅客跑到那地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上帝互咱的一个生态、自然、土地这的物件，就是按保护。咱不但爱保护，爱甲咱的土地结连做一个相款的生命，因为。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爱咱，要我们去尊重，要我们爱我们的这个生态。今天的这一个气候暖化真的是很恐怖，热的非常要死，冷的要死。然后我们看到中国这边1个月的当中，就是洪水泛滥，造成不少的人死。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你爱自然生态，这会建立的真好关系时，嘛是你的信仰对上帝建立真好的关系。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16节的经文安尼讲：我传福音，并无虾米通夸口的，我是奉命咧传，我若无传，就有灾祸。保罗伫遐讲出一个真要紧的一句话，就是做基督的大使真要紧的一句话，就是我若无传，我就有灾祸。过去是咱传福音，爱别人来相信耶稣基督，总是伫今仔日的社会中间，咱毋是干那爱传互别人爱相信耶稣基督。真要紧的，也就是有深一层的了解，对福音的一个了解，就是咱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将别人，就是爱别人的生命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这就是上帝祝福人的一个生命，互别人的生命会当真侪。有耶稣基督迄款的生命，台湾人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时，伊无论是听咱的台湾，听伊厝边的人，也是别人，听教会，这拢是上帝咱爱咱做的一个真要紧的代志。所以刘义正兄弟姊妹，恁所支持关心的玉山神学医的神学教育。就是用上帝福音拯救台湾
原住民的生命，因为阮相信，只有上帝福音有真大气力，不但会当改变阮原住民的生命，而且嘛会当大大祝福原住民的生命甲生活。所以，阮常常提醒，未来要做原住民的传道者的这个学生，甲伊讲，爱服侍上帝福音的进程，因家己的生命爱互上帝福音大大改变，安尼才会当有经验改变原住民的生命，真侪一个会了上帝的这款的福音。第三点，勇敢承担的人，就是勇敢担当的一个人。咱爱做基督的大使。第三点就是勇敢承担的人，做一个爱勇敢承担的这款的基督徒。伫这个21节的经文，保罗甲咱安尼讲：上帝好无罪的基督，为着咱的缘故，真侪有罪，互咱通靠耶基督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各位正兄弟姊妹，对20节的经文，甲咱讲的，咱知影主耶稣基督，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真正是一个勇敢担当的一个人。伊对上帝福音所赐予因的这款还上帝国的福音，通讲是勇敢担当的一个人，因为伊为着世间人会当甲上帝建立一好的关系，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耶稣基督，咱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伊真勇敢担咱人的罪，直到伫上帝的眼中，无罪的基督，真罪有罪的耶稣，这是真有德学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伊看到世间人有真侪的罪恶，伊敢担咱的罪，真罪变做一个有罪恶的一个人。所以对安尼来讲，耶稣真正是为着咱每一个人、世界人会当得着救，耶稣愿意担当咱的罪，互人定死伫是一个定。所以耶稣基督这款愿意勇敢担当的心，通讲伫过去，阮玉山神学的异州中间，嘛有一个人，伊毋是原住民，伊是北地教会的牧师，真有担当。玉山神学真侪可人，伊就是大家咱真熟悉的人，就是高俊明牧师。过去我伫玉山神学教册时，伊嘛是做过我的义长，通讲通过伊的信仰，伊无看无家己，将伊的气力，将伊的才能，甚至将伊的财产，真侪玉山神学的祝福。你敢知影？伫60当前，玉山神学伫迄个时阵，无家己的校园，无家己的土地，甚至无家己的建筑物，通互学生上课，无家己的土地，甚至无一个老师愿意到花莲玉山神学伫遮教册。
所以，高准备牧师伫迄个时阵，伊知影阮约瑟神孩有迄款的牧师，迄款的老师愿意担当的即款的需要的时，伊家己愿意奉献，伊家己伫约瑟神孩欢喜来约瑟神孩教册，甚至伫约瑟神孩做约瑟神孩议长，来勇敢担当约瑟神孩的苦难。伫个准备牧师做议长的时，为着约瑟神孩伊买着20多甲的土地，迄阵阮连1分地都没有，用伊的钱，甚至用伊的亲戚的钱，四界去募款，买着20多甲的土地，建设教室、教堂、老师的老师甲学生的宿舍，甚至将玉山神学院建造一个山上的花园。现在就是疫情慢慢好的时候，现在很多人跑到花莲，来到一山神学院，来看一山神学院，来欣赏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一山神学院。因拢感觉讲，玉山神学院是一真水，还环境很好的所在。通过这的努力来祝福阮玉山神学院，像恁家己的教会嘛是安尼。我若会记得的是，恁的胡茂生牧师嘛是伫遮。通过伊的自己的这一个家属来尽量支持教会他不是成为教会的负担，而是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的一个人。所以有这种的一个信用这款的咱的先辈。所以伫个著名牧师做玉山神学院的议长的时，真伟汉的代志，伫旧年2月14日，贵心蒙主恩召。伫个著名牧师的会言中，就是他的遗言中，伊有捌安尼讲，甚至写在他的遗嘱中间。伊讲：伫我的信仰中，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伫世间的时，是一个人主连靠头壳的所在都无，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迄款的人，伊愿意担当人类的罪恶，行了伊生命最后的路程，迄是一条真艰苦、孤单的路，无个别事，甚至无真一个人送伊。听了个著名牧师的生命见证，实在是真感动。今仔日咱伫遮伫纪念玉山神学伊的纪念奉献的时，你若对玉山神学继续关心、祈祷，甚至奉献的时，你嘛是对本地的牧师、个著名牧师、吴牧师这款的继续关心玉山神学伊的神学教育，伫检测你要去传耶稣基督，你敢若培养未来原住民在做传道者、做基督的大使这款的事工的时，通讲你真正是伫上帝眼中做基督的大使。咱做伙来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透过保罗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生命被你
造成为一个有基督生命的这样一个基督徒。让我们透过你的话，你的圣灵鼓励我们。我们无论是在从事任何的工作，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做你的事工的时候，让我们都努力做在上帝的面前耶稣基督的大使，也是做上帝国度的大使的一个基督徒。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咱真感谢今早起布生院长、布生牧师，互咱的信息。恳求咱兄弟姊妹会当多多关心原住民因的神学教育，因为原住民嘛是咱甲咱共款信一个耶稣基督，所以伫原住民真困苦的这个环境之下，希望咱大家会当甲因带倒、甲因关心、甲因奉献。接续咱先是三角来吟圣诗，圣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下步，咱来吟全首。准备今早起的奉献，请戴任宽主事甲李梅新主事来甲咱实现。
来感谢，请起立。这是我来报告。今仔日是玉山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咱本来伫咱教会是5月中要举行，当阵是要派副院长来，结果迄阵咱拄啊是咱教会用直播的方式，所以无大家聚会，所以从啊刷到今仔日。今仔日院长来甲咱正道，所以本来是副院长，所以今仔日院长来，所以咱非常感谢这个布星。这个新学院院长兼牧师来甲咱讲道，事实上台湾的对来讲是外国话啦，今仔讲了真好，互咱真好的信息，所以请咱兄弟有缘会当为着咱原住民的这个事工，特别是因的教育来关心、来祷甲奉献。我代表教会甲咱布星院长感谢。第二点就是咱上年。后礼拜日7月19，礼拜后要伫地下室要举行7月份的例会，后要请咱马街的副院长叶宏仪主事来甲咱做专题演讲，所以请咱兄弟会当踊跃参加。第三点就是咱游园这个武汉肺炎的威胁还未解除，所以咱来礼拜是游园爱去挂马斯克，去量体温，同时要保持这个社交的距离。另外就是，若假使无方便的人，请伫家庭内底家己来看直播。这个平安礼，咱就是用这个请安，也是用拱手点头安尼的方式，咱就无握手。佮接续就是咱的爱餐游园爱等到咱的这个疫情有较安定了后的时阵，才会恢复。所以最近这段期间，甲咱的会友无欠。另外第4点就是咱的灵修会的祈祷的主题是黑暗时代施恩的手，咱已经有这个牵伫咱的周报顶悬。这个上主要就是讲，希望咱大家会当透过犹太人因去用掠去巴比伦了后，转来了后的时阵，因重建因的信心，到教堂相关的这个经文。所以这个经文我就如果详细伫遮来宣读。第5点就是咱这礼拜的拜5，甲后礼拜礼拜日，7月19甲17。少年团契有要伫宜兰的头城要举行3暝2日的这个生活营，所以欢迎咱有少年团契的这个客友，或者是因会当邀请因的同学做伙来参加。若假使有要参加的，请向咱的梁家宏主事甲林恩慈老师来报名。第6点就是咱今年台神奥运会的这个募款已经有收到47笔。总共有118000块，真感谢大家的支持。若假使有要爱有收据的，那向李局处长老或者是思涵干事来索取。第7点就是讲，伫顶礼拜阮开会是董事会有咧问讲，若假使咱厝内底有迄个无要用的手推轮椅，若假使有爱当用的，会当来即个提供互咱教会，因为咱教会即个高龄化的关系。所以，若假使有即个咱家庭内底无得用的即个轮椅的时阵，互咱的会友教会来用的是可能会较方便。所以，真讲，咱若假使有，迄就是无要使用的，毋是搁另外去买新的，毋是安尼。若假使讲有的人，咱的遐坐车会当来提供，但是我以后我坐得也无得较。所以，即个伫遮大家互相相听，互相帮衬。另外，具体消息就是咱后礼拜这个儿童主日学的夏令营，7月23甲24日，要伫咱本会举行。所以，请咱若假使有咱的子孙是儿童主日学的，会当准备心来报名参加。因为是住伫教会，所以这个，互咱做父母，也是做阿公阿嬷，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啦。所以这个咱教会已经有准备好势，所以真大家人来报名。另外就是
会当继续为着咱小美英姊妹、心所下姊妹，甲黄条家执事，因手术后会恢复甲复健，即个继续过来甲因带导，来甲因关心。另外有真侪位咱久长因为行动无方便，甲咱参加伫遮聚会的兄弟友员，会当甲因关心，电话甲因关怀，或者是甲因带导。议员若假使奉献的部分有重大的，或者是咱后礼拜的事工活动若假使有要变动的，请咱甲咱的干事再来联系。毋知张牧师有要补充无？好，若假使无的是，咱是毋是来吟上用的诗？是嘞，平安礼，歹势。吟上用的诗397首，吟时候请布心牧师甲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启示上帝的疼痛、信心的引带，互咱做真正的做基督的大使，对一粒到全世界无尽。阿门。请坐，默祷。